大家好，歡迎你哋同我腦洞大開，我係老進。上次講過一下納粹德國二戰末嘅黑科技，其實仲有數百種大小規模，雖然未用於當時嘅戰場上，但係都令人細思極恐，亦都唔多作介紹啦。咁有一啲呢已經轉化成為今日嘅大殺傷力武器，除咗上次提到嘅冇尾翼嘅渦輪式戰鬥轟炸機XO229A 爭啲推出戰場之外呢，其實仲有一種渦輪式嘅戰鬥機 ME262A 已經橫空出現啦。咁所謂渦輪式呢，就即係我哋今日而家講嘅噴射機啊。但係可惜呢，以當時嘅性能方面呢，未至於可以有壓倒性嘅挽回翻呢個制空權優勢。另外，大殺傷力武器呢，係要數呢個古斯塔夫巨炮，呢個係史上最大嘅大炮嚟嘅，重達1344噸，必須透過鐵軌先能夠移動嘅，仲需要咧出動到500名士兵先至可以使用。但係佢能夠擊中37公里以外嘅目標，能夠打穿1米厚嘅鋼、7米厚嘅水泥同埋30米深嘅泥土，每一炮所花嘅人力物力係相當之巨大嘅。咁於是呢，就有一個較輕型嘅卡爾扣炮，亦都係戰爭史上最大口徑嘅重型扣炮，相當於一條鯨魚咁大。而佢所使用嘅炮彈呢，亦都有一頭牛咁大嘅。咁不過呢，佢就冇古斯塔夫巨炮咁麻煩。喺操作上呢，只需要有16人就能夠喺10分鐘內完成組裝。原本嘅德軍呢係要用來對付法國嘅，但係由於法國嘅迅速投降，卡爾扣炮呢就被調到東線嘅戰場，對波蘭首都華沙造成極嚴重嘅損壞。咁但係呢一切呢未能改變到個戰局嘅，納粹德國喺二戰仍然都係失敗告終。咁介紹咗咁多致命嘅黑科技武器，其實我想帶出嘅係，不論古與今，國與國嘅爭端以至職場上嘅矛盾，並非一定要用任何手段去碾壓對方嘅，咁啊造成巨大嘅損害先叫做贏。但係背後用到嘅資源少不了人力物力嘅，即使贏咗，善後嘅工作都係唔少嘅。咁到頭來得嘅多呢，定係失嘅更多，係唔能夠預計嘅。咁喺納粹執政期間呢，反猶太狂潮亦都同時席捲，同埋咧亦都重創德國嘅學術界。大量嘅猶太裔工程師同埋科學家喺1933年納粹掌權嘅時候咧，就已經聞風逃亡到海外嘅。咁啊，最著名嘅咧就係促成美國曼哈頓計劃嘅猶太籍物理學家奧本海默。咁另外，量子力學嘅創立者、諾貝爾得獎者維爾納海森堡，亦都係計劃嘅參與者其中一人。但係經佢本人聲稱咧，佢一直咧係放緩緊呢個計劃嘅。咁有一種說法咧，就係話咧，一眾科學家都唔想希特拉擁有呢個足以毀滅人類嘅大殺傷力武器。最後仲係用咗喺日本嘅廣島同長崎。雖然個目的就係結束戰爭啊，但係戰爭嘅最後咧，盟國各國咧係競相掠奪幸存落嚟嘅核子產業，包括人員、設施同埋材料。希望呢啲國家咧喺發展軍備嘅同時咧，亦都多啲發展呢啲新能源，係用於民生方面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喺下方留言討論。我係老進，下次再見。